我有记伫以来，我看到，因为我家己嘛是高雄人，啊，我到即马还无看过有一间风台高雄遮尔凄惨的。我顶一届印象搁停留伫迄个莫拉克88风灾迄届，因为迄届我记得我甲国校啊3年啊还是几年，啊我迄阵就是讲，哦，因为迄天放假，足欢喜，我伫咱困到饱，结果困醒，我困2楼，我行到1楼的时阵，阮兜是条变游泳池。安尼我要特别请教你，你嘛经过家被毁灭，然后我相信嘛重建好啊，你的心境是安啊？就是会有一种看伊重生的感觉，因为我感觉一个大的所在，一间厝，就是一家伙会当团圆，大家算有凝聚力的所在，伊会甲大家心扣做伙。迄间厝若是破破烂烂，你规家伙的人是上无上少爱会当遮风避雨。